歡迎大家嚟到咖啡星人，今日講下呢個厭氧發酵處理。大家有冇飲過啲咖啡豆係帶住呢個生果嘅香味，甚至係呢個紅酒味嘅咖啡呢？可能同而家最 hit 嘅厭氧發酵法係有關係嘅喎。呢招呢，咖啡界嘅新興處理手法。做法咧其實好得意㗎，咖啡農咧摘咗啲咖啡豆之後咧，唔日曬唔水洗，反而咧成批咧就倒落去個樽入面，仲要抽走晒佢啲空氣，等啲果肉咧喺冇氧氣嘅情況下自己發酵。酵母菌同埋乳酸菌咧就會瘋狂咁樣分解啲果肉嘅糖分啦，同埋果膠。過程生產嘅酸性物質同埋氣體咧，就會慢慢滲入去呢個咖啡豆入面，最後咧變成呢個酒精同埋脂磷物質，所以咧咖啡先至有酒香味。靜靜雞話你知，巴拿馬冠軍莊園咧試過加呢個菠蘿皮一齊發酵，做出香到爆炸嘅咖啡豆。再考下大家，厭氧發酵最危險係乜？係爆炸？當然唔係啦。答案咧就係溫度失控，罐內咧如果太熱咧會變臭豆嘅。有咩危險過冇咖啡飲啊？下集咧我哋講下呢個印尼嘅濕泡法，當地人點解要堅持呢個咁麻煩嘅做法咧？原來咧就同呢個颱風係有關係嘅喎。今日講到呢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